一講到楚河漢界，好多人都會諗起楚霸王項羽嘅。項羽原本嘅名就係叫做項籍，羽係佢嘅別號，大多數人認識佢呢都係用項羽呢個名。佢出生嘅地方叫做夏商，即係而家嘅江蘇省宿遷嘅西面。項羽所生長嘅年代係戰國之後，戰國嘅時候有7個大嘅國家，分別係齊楚燕韓趙魏秦，最後由秦始皇贏晒7個國家，統一中國。如果用今日嘅曆法計算呢，就即係主前嘅200幾年，亦都即係話2200幾年前啦。比起耶穌降世為人嘅時間仲要早200幾年喎。當時耶穌嘅媽媽瑪利亞都未出世嘅。項羽嘅背景呢都好巴閉嘅喎，佢哋世世代代都係楚國嘅將軍。當時嘅項城係封咗俾佢哋嘅，所以佢哋就姓項啦。到今時今日喺河南省仍然有項城喺度嘅。項羽嘅爸爸就並不是項少龍，項羽嘅爸爸個名叫做項燕。喺戰國嘅時候，有一次佢被秦國嘅將軍王翦包圍，佢走唔甩嘅情況之下呢，就自殺死咗。所以項羽係跟住佢最細嗰個阿叔項梁長大嘅。項羽20幾歲嘅時候就已經俾人叫佢做西楚霸王啦，而且佢係名門之後。究竟佢細個嘅時候係咪已經好叻嘅呢？項羽細個嘅時候係咪好叻呢？真係見仁見智啦。佢細個嘅時候讀書又讀得唔好啦，去學劍術又學得唔好喎，名副其實嘅文又唔得，武又唔得喎。佢有咩叻呢？把口幾叻咯。佢嘅阿叔項梁教極佢都教唔好，所以都幾激氣下嘅，有時都會鬧佢。而項羽呢，仲會口出狂言話，讀書有乜用呢？淨係識寫自己個名咪夠咯。學劍術都係1個對1個啫嘛，學嚟都嘥氣啊！我要學嘅呢，就係一啲對付千軍萬馬嘅方法，你教我兵法啦。項羽嘅阿叔項梁話，你要學兵法有大志，我就教你兵法啦。但係項羽學起上嚟嘅時候呢，都係3分鐘熱度，學到啲皮毛之後就已經冇晒心機啦。項梁見呢個細路教而不善，冇晒辦法，於是佢就實行身教，以後佢做咩事情都帶項羽喺身邊，希望佢喺自己身上可以學到啲嘢啦。有一日秦始皇出巡，去到會稽郡嘅錢塘江，項梁帶住項羽一齊去睇熱鬧。項羽睇到場面咁墟冚，秦始皇又咁酷，所以佢就情不自禁講咗一句：睇住你啦，有一日我會推翻你，取而代之嘅。項梁一聽到呢句說話，就即刻揞住項羽嘅口，都揞唔切，仲話：你講呢啲咁大言不慚嘅說話，若果俾啲官聽到啊，會誅九族嘅。或者因為項羽出身於名門，又或者項羽當時年紀輕，比較天真啊。好多時佢定嗰啲目標呢都好高嘅。教佢讀書嘅時候，佢就話讀書冇用嘅；教佢打劍呢，佢就話單打獨鬥冇乜作為，要學兵法至得。佢為自己定目標嘅時候呢，亦都冇考慮到客觀嘅因素嘅。項羽係楚國嘅人，當時被秦國統治，講得難聽一啲，佢哋嘅家族係敗兵之將。佢竟然大言不慚，話要推翻秦始皇，亦都唔好講項羽有冇盡力去邁向佢自己目標住。雖然項羽定嘅目標當時嚟睇係有啲不切實際啊，但係睇下項羽嘅經歷，將目標定高一啲，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。即使客觀嘅因素未必能夠容許你達到你所定嘅目標，但係客觀嘅因素隨時都會變嘅。你睇下項羽嘅經歷，佢周圍嘅客觀因素好快就作180度嘅改變啦。秦始皇死咗唔夠1年，就已經有陳勝同吳廣結集軍隊要推翻秦始皇個仔胡亥嘅統治咯。雖然陳勝同吳廣嘅革命唔能夠成功，但係就令到全國嘅人民都蠢蠢欲動，要推翻秦朝嘅暴政。呢個亦都係項羽實現理想嘅大好時機。當時嘅項羽只係得20幾歲嘅啫。